议会国民党团上午伫发言人蔡玉辉的号召，包括书记长李中琴、议员罗坤福、彭一峰、游英智加蔡宗豪准议员，每人手摕相片看板，大声来发出民进党要终结乌金，就要对台南议长选举开始。断绝黑金，从台南开始；断绝黑金，从台南开始。副议长要补选，唔补选，佮爱找这个乌金的数字，过早去先去参加。其中有一个民众议员甲我讲，因为这种协调，伊就选，可见百姓就痛恶这个乌金啦吼。这张大家看得出来，乌金的人有坐伫边仔无？大家应该知啦吼，大家知。我今仔要讲上重要是检调单位爱去查，今届民众议长、副议长选举，交这届议长、副议长选举，到底有偌济乌金介入？议会国民党团表示，对选前的88千的枪击案，不但怀疑甲太阳光电的利益有关系，更加质疑乌金介入这届正副议长选举。唔定拿军的质疑，针对这届正副议长选举，绿营嘛出现茶壶里的风暴，一边话团结，一边强调无为利益挂钩来背书。为什么？那个是一个局外人跟你们在讨论那个补选副议长的事情，那么是不是未来这4年正副议长，还是一样有外人来干涉？还是因为这个议长是我们那个大台南的议长，不是一个党团的议长。我说这一点要深思熟虑。我也非常质疑，到底里面是什么？是里面有那个利益挂钩吗？这个也是外面非常质疑的。所以我不为利益挂钩，为那个黑金来背书。相信枪击案无破，乌金的议题将持续延烧到台南市正副议长的选举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